嘿、各位大家好，我是上一 Q， 欢迎各位来到 Q 生活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，在2020这个世纪末年 ，iPhone 11究竟值不值得购买？那么我现在手上这台呢，就是我使用了3个月的 iPhone 11啦。那这个容量是128GB 的。确实不太够用哈。到现在为止，我已经差不多用掉了一半多了。那么如果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真的非常想换 iPhone 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影片对你的帮助会很大。那么首先，我第一天拿到这个 iPhone 11的时候，真的会觉得我用 iPhone X 换了11之后，会不会不适应看影片，或者是玩游戏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这样子手感不佳之类的？但是其实 iPhone 好就好在这一点，就是不管是你什么时候使用的 iPhone， 你的过渡感总是会觉得没有差太多。尽管它这么大只，但是依旧很顺畅。但是其实 Apple对我来说非常不爽的，就是它在11系列中就去掉了这个 3D Touch。虽然说这个 3D Touch 确实存在感真的很低啊，但是各位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管理 App 需要长按才会进入这个 App 管理的模式。但是以前的话，其实你就要这样轻轻摁住，它就直接会进入那个 App 管理模式了。因为习惯使用 3D Touch 之后，你长按不会按太久了，说真的。但是你不按太久，它就进入了一个这种模式，看见没有？就列表一样的，所以会让你觉得总有哪边怪怪的。那么再来，我来说一下这个 iPhone 11的控温能力吧。对比 iPhone X 来说，它那个真的是你不管充电还是不充电，多打几盘王者荣耀，那个背部就真的很烫。但是其实，在 iPhone 11上，我用了这么久，其实都没有觉得有太烫的时候，可能是苹果的一个控温能力又提升了嘛。所以说在打游戏方面，其实真的完全不用担心了。好，那么再来，我们来说说屏幕吧。其实说真的，颜色方面来说，我是感觉没有差别啦。就是在这3个月使用中，我个人是比较龟毛哈，所以有3点我碰见之后感觉有点不能接受的样子。就是首先第一点呢，就是它在熄屏的时候，其实会有一个一闪的感觉。我可以给各位看一下，就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屏幕熄掉，看有没有这样一闪的感觉。但其实我在 iPhone X 的时候真的没有感觉到有这样子的情况过。那么再来呢，其实你在使用一些 App 的时候，可能会发现它这一边有一点点的颜色是跟旁边的颜色不太一样的，但是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差距了。就是你在仔细看的时候，这里会有些许的一个差别，我也不晓得是为什么，可能是手机的个别案例，但也可能是整个 iPhone 11这种 LED 屏幕所拥有的一个特性嘛。那么第3点呢，就真的是屏幕的关系了，因为这个是 LED 屏幕嘛，当你在那个全部黑灯瞎火的时候，就一台手机，你把它关机再打开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个屏幕这个黑色是发亮的，但OLED 的话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，就是它的黑色跟旁边的黑色是完全相等的。虽然说这些问题确实会有，但是不会影响到个人使用方面，除非你像我这样子特别龟毛，对于一件事情就一直看，为什么这里变这样子了？不然的话其实真的没有差。那么再来呢，我来说一下这个手机的续航问题吧。好，那么其实我之前的时候呢，去学校或者去外面玩的时候，然后你真的觉得很 boring 的话，你就会打开那 QQ 或者是 WeChat 之类的，就发简讯，或者是在 IG 上面看看别人的动态之类的嘛。那么如果其实你在那个时候看一下这个 iPhone X 的电量的话，你会看到它这个电量啪往下掉，怎么就70%了？怎么就50%了？没电了啦，怎么办？那我等一下怎么吃饭？我等一下怎么坐公车？就很不爽啊。所以行动电源就必须带着。但是
到 iPhone 11的时候，其实爸妈带我去外婆家吃饭之类的，我依旧会带这个行动电源啊。但是其实你用半天下来，它的电量还是在50%以上的，除非是打电动，不然的话真的绝对不会低于50%。我真的保证，3个月来我就没有看见过它掉到50%以下过。那么最后呢，我再来说一下这个 iPhone 的一个相机的特性嘛。其实这一代 iPhone 呢，真的蛮适合 vlogger 来进行一个日常的拍摄的。因为它这个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其实都是蛮清晰的啦。那么再来，你现在出去玩的时候，如果想跟朋友拍照，其实老一代 iPhone 的话，其实它的一个画面是蛮小的，万一就是旁边的人没有拍进去，就非常不愉快的感觉。那么现在呢，其实 iPhone 有一个黑科技，就是你把它调成自拍模式，把手机从这样子调成横的，它就会缩进去，懂吗？就是把这个画面缩进去，就非常非常的厉害。这功能其实蛮合适的。那么当然，如果你是女生的话，其实这个 iPhone 11的自拍镜头你也不会用到了，因为真的蛮真实的。那么说到拍照素质，那每个人心中呢肯定都有自己喜欢的一个样子。那么 Q 呢就拿出我的 Sony A6410和 iPhone 11在外面拍了几张照片，各位自行判断哪一张更加好看吧。Say I lost my mind, I will keep on holding my head high, even if the sky is falling down. 好，那么现在到了我们最后的总结环节啦。首先呢，如果你和我一样都是非常非常喜欢5G 的话，那么我建议你把钱先存在银行里面，再等几个月，等 iPhone 出了新系列之后再去购买。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5G 其实也不太厉害啊，也是还好啊，就感觉没有5G林北照样可以活着，那 iPhone 11非常非常适合你购买，因为它不但续航能力非常非常强，而且它的性能真的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嘛，不管是865还是855，不管它这些东西，你要相信 A 系列真的是超出这些旗舰的处理器一个级别的，不要跟安卓去比。iPhone 11可以让你再战3年。好啦，虽然说的有点夸张，但是道理你都知道啊，就是 iPhone 真的很耐用，然后再来你又不关心5G 的话， iPhone 11真的很推荐。好了，那本期影片呢就要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点击订阅、分享、点赞，还有下面的评论要评一下哦。B 站小伙伴们还可以点击收藏，还有投币。那么我们对，右边呢是我的其他账户平台，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点击关注一下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所以说这个相机今天的用电量其实还好